蜘蛛組 ，Region 林偉俊。2025咧，其實都好多唔同嘅新朋友仔咁啊，見佢哋都係好努力，佢哋出咗好多唔同嘅歌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Region 林偉俊，你哋好。咁我係今年嘅唱作新人。我今年咧就已經推出咗2首全新嘅歌曲啦。咁有《給月亮的情書》同埋《和所有錯的人談戀愛》。咁《給月亮的情書》就係我一手包辦嘅，即係曲詞編監都我自己做啦。咁另外和所有錯的人談戀愛咧，就好榮幸有 Y 文老師咧幫手去填詞呢首歌曲。咁嚟緊亦都會推出一啲新嘅歌曲去帶俾大家，希望大家都會中意我嘅歌曲。多謝你哋。我萬聖節嘅造型咧，今次係扮咗隻老鼠啊！其實本身有條尾嘅，但係驚逼親人咧，所以就最後尾冇帶到。咁所以係老鼠一個造型係米奇老鼠應該係。萬聖節啊！萬聖節我會去可能去下啲主題公園咯，即係去玩下啲鬼屋啊嗰啲咁樣。有機會去 Disney 啦，或者因為我自己咧好驚俾鬼嚇嘅，咁所以 Disney 應該係冇咁恐怖啊，我覺得。所以應該會 Disney 好啲，同埋米奇老鼠咯，係啊，所以係我係米奇老鼠忠實 fans，所以咧我會去迪士尼啦，去探望一下米奇老鼠咁樣。哦，將來有啲咩計劃？咁就希望會帶多啲唔同嘅歌曲俾大家，因為我會想試下唔同嘅 genre 啦，即係第一首歌其實係 R&B 類型啦，咁我第2首推出嘅歌叫類似係 ballad 嘅歌曲，咁之後都希望係會做多啲唔同嘅音樂，可能係搖滾或者係blues 啊嗰啲嘅歌曲咁樣咯。咁另外就係希望都可以去多啲唔同嘅舞台表演，咁今年都好慶幸咧就去到盧冠廷老師嘅演唱會啦，咁下年都希望可以去到更大嘅舞台度表演。